忘本了。您不要小看它啊，这是时隔30年，中国又一次向全世界昭告，我们在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我们取得的各项的进展。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主天下，我是张雪松。3月28号是西藏100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一天呢，在雪域高原拉萨，那么我们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布了一部白皮书。这部白皮书的名字叫做《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您不要小看它啊，这是时隔30年，中国又一次向全世界昭告，我们在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我们取得的各项的进展。那么关于什么是人权，可以说中西双方充满了很多的争执，莫衷一是。但是在这部白皮书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啊，让我印象非常的深。他说，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大的人权。您说是不是？我们满足了我们自己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然后我们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是不是最大的人权呢？那是的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达赖喇嘛他也没闲着。今年2025年，达赖喇嘛将迎来90岁的生日啊，人家呢还不忘了去折腾啊。比如说呢，这2年呢，达赖喇嘛开始写一本书，名字叫做《为无声者发声》。您就先听的这书，是不是又充满了各种政治意味啊？那么在这书里面呢，他可以说是达赖终其一生他的藏独观点的一个集大成者。我在那儿摘出了他这本书中的3大错误论调，然后呢，我用我们的白皮书里面的论调去驳斥它，也用最基本的西藏人权事业的事实去驳斥它。第一个错误论调是什么呢？对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权威认定啊，这一点呢，其实由来已久啊。我们看达赖在新书中啊是这么说的：说转世灵童的认定啊，应该由宗教团体自主决定。历史上中央政府的认定是政治干预宗教自由的例证。我觉得达赖喇嘛真的是忘本了，活了90岁，您难道糊涂了吗？我们不要忘记，1935年，达赖出生在哪儿呢？青海省的黄忠县啊。那么他所谓的认定是由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啊，根据我们的藏传佛教的历史定制，还有宗教仪轨，认定成为14世达赖喇嘛的。你就是经过中央政府认定才成为你现在的宗教领袖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你怎么能够否认呢？达赖绝对不会忘记藏传佛教的历史。我给他讲讲，在元代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呢就封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支格鲁派的领袖叫八思巴，封他为帝师，从此在有元一代成为了什么呢？政教合一。也就是从元朝开始就规定是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他们的转世灵童都要由中央政府来册封。从此就成为了一个传统，也就成了既有宗教仪轨又有历史定制的这么一个传统啊。那么到了1793年，在乾隆朝的时候，专门就颁布了这么一个法案，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啊。这里面明确就规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需要经过金瓶撤迁来认定，并报朝廷批准。金瓶撤迁您都知道啊。那么我在去年的时候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去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展览，我就看到了复制版的金瓶撤迁这个金瓶，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做金本八瓶啊。那么在1793年，当时乾隆朝就把这个本尊的这个金本八瓶就送到了拉萨，就供什么呢？转世灵童金瓶撤迁之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元朝、清朝就已经规定了，你达赖班禅的转世不能自己决定必须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定。那么到了2007年那么我们中国就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办法，非常明确的用管理办法的这种方式就规定，达赖班禅转世需要报国务院批准。也就是说，这里面转世的这个制度它是有历史传承的，达赖能否认吗？我们再说他第二个错误的论调叫什么呢？鼓吹所谓的境外转世灵童这更是荒唐之极。我们刚才说到了，达赖自己就生在青海省，首先你是中国人，你得认你中国人是吧？你藏传佛教的领袖，你不管怎么着，你代表哪个教派，你首先就必须是中国人。结果达赖呢，今年90岁，我们已经说到了他也许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想自己的转世灵童的这个问题。他甚至说我的转世灵童可以在印度找，甚至可以在美国找。我们看他这话里面充满了狂妄和无知。2个谬论，第一个，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藏传佛教的领袖啊，那么你达赖喇嘛你的转世灵童必须是中国人，这是首先是一个国籍决定的。你怎么能让一个印度人或者让一个美国人当什么达赖喇嘛的15世达赖喇嘛？这不是荒唐吗？第二个，你凭什么你就可以决定你的转世灵童由谁来担任？那你不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什么呢？当做一个西藏流亡政权的国王了吗？那更进一步证明了你不是个宗教领袖，你就是典型的一个政治异议人士。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谬论啊！我们用美国的藏学家，他叫格尔斯坦，他有本书叫做《西藏现代史》。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达赖的境外转世论是对藏传佛教神圣性的亵渎，将活佛降格为政治玩偶。我觉得"政治玩偶"这4个字用在达赖喇嘛身上，真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那么我们再看他说的第3个错误论调，就是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这个话可以说达赖他的后半生，他在所有的公开的场合，他的书什么里边可以说是公开的去说。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这么说西藏学校禁止使用藏语教学，寺院沦为了旅游景点，传统文化被系统性摧毁。实际上，我们这本白皮书正本清源，我们用事实、用数据，已经在驳斥达赖的诸多的谬论啊。比如说，西藏人民学习我们的通用语言文字藏语并行不悖，那么都是西藏人民学习的语言，那么都已经进了学校课堂，不是说强制大家去学汉语，而必须要抛弃藏语不是的。另外，我们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目前藏文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人家是有标准了藏文另外，我们看很多的事实吧，比如在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还有大昭寺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的国家投入了28个多亿、28亿的真金白银，那么去维护我们西藏珍贵的这些文物另外呢，在西藏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格萨尔，包括像藏系，还有藏医药预法，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的非遗。那么我们中国政府投入了4亿多人民币，用于维护这些非遗的项目等等，有很多的事实在白皮书里面都列到了。另外呢，藏族人民的信教的传统、信教的自由都得到了很大的保护。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像这个燃灯节像雪顿节像转山转湖，每年在西藏呢有1000多项这样的宗教的活动，都能够得到正常的保护和发扬。所以你看，诸多的事实就说明西藏人民的他们的权利是得到了最大化的保护。那么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就是最大的人权呢？我们再用英国的《经济学人》吧，这是一本标准的一个白左的刊物它这里面说到一句实话，说在拉萨八廓街的藏式商铺当中，90%由藏族来经营，唐卡和藏香通过电商销往全球。那么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他的一句话我们的发言人说，14世达赖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所谓的为无声者发声，是为什么人来发声呢？是为那些政治流亡者，为那些鼓吹藏独的那些意见人士，为他们发声。你就是一个政治意见人士和一个流亡藏人而已，你真的是宗教领袖吗？好的，您如何看待我们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布的这部白皮书？我建议您一起来好好的翻阅一下。